这边快！启禀皇上，情况果然如您所料，这宫中藏着数十个鳌拜的手下，奴才按照您的吩咐早有准备，才顺利的将他们拿下。好，擒下鳌拜。这，来人，拿下鳌拜。这，他真是皇上？对，这就是当今皇上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丫头，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3，龙三的名字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，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侍寝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皇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。